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高水啊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從深圳嚟到香港上水呢邊，咁咧就去繼續啦，去踏上呢個咧了解東江供水工程嘅一個咧之旅嘅。咁啊大家知啦，我哋祖國永遠咧都係香港最堅強後盾啊嘛。第一就係咧三趟快車，第二咧就係東江水。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要嚟到香港呢邊啊，即係去學習飲水資源。呢幾個管道咧就係咧水啊，就由嗰個深圳啊駁過嚟嗰個香港噶啦。而家咧就嚟到咧船灣嘅淡水湖啊，咁一班同學啦繼續學習，我咧就繼續爬師。嚟到今次嘅旅程最後一站就係將軍澳嘅海水化淡廠啊！最後由水務署署長黃恩樂向青少年介紹水務署的工作，以及東江水供水的歷史和現況，並對他們有3點期許，包括珍惜點地、實踐節約用水。第二是飲水思源，第三是傳承使命。他希望大家可以傳承當年參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者，為國家奉獻的擔當和使命感，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，回報國家的恩情。